我參與嘅海濱事務委員會多年，以及多項喺海濱地區舉辦嘅盛事活動，留意到有關嘅申請嘅審批，往往都會牽涉好多政府嘅部門，需要多重嘅批准。一般包括地政處、民政處、運輸署、機電處、警務處、消防處、康文署、食環署。如果活動係涉及上天下海，仲要向民航處同埋海事處申請，閒閒地就數到7、8個部門。對於一啲唔太熟悉政府嘅審批程序，只係熟悉文化、體育或者演藝工作嘅團體呢，要逐個部門去遞申請攞批准，估計係有一定嘅難度。現時唔少國家同埋地區都會爭相去申辦一啲可帶嚟經濟效益，或者係有助提升自身嘅知名度嘅國際盛事，有個別嘅國家更加係不惜工本，成個政府、成個社會全力去做。香港就往往只係個別嘅團體需要單打獨鬥，欠缺政府喺政策資源上或者場地上嘅主動支持同埋積極嘅協助。